Identify the aircraft. Delta Sierra Juliet, Roger. Stand by. 1978年，澳洲 Bay Strait 上空，20歲飛行員 Frederick Valentic 正飛往 King Island。佢繼續向空管報告，空管問：你而家諗住點做啊 ？Frederick 答：我會繼續去 King Island，但係話未講完，佢好驚怕，又望向前方。Melbourne 嗰架奇怪 aircraft 又喺我上方，佢唔係飛機。下一秒，無線電傳出奇怪金屬聲，然後通訊中斷。Frederick Valentic 從此人間蒸發。2026年，特朗普第3批 UAP 檔案曝光，當中其中一個最引人注目嘅案例叫做 Northeastern Orb Sighting， 即係美國東北部光球目擊事件啦。大家睇下呢張官方公開嘅最新相片同視頻，喺黑沉沉嘅樹線上方，夜空之中竟然憑空出現咗兩粒極之明亮、散發住焦灼橘紅色同不詳血紅色嘅未知光球。解密資料描述，呢一種紅色光球唔單止識得高速移動、瞬間懸停，甚至喺美軍雷達鎖定佢哋嘅時候，光球會突然分裂變速，展現出高度嘅智能反應。官方到今日都冇承認呢啲係外星人，但係最令人不寒而慄嘅係，備存解密小組私下翻查歷史，發現呢一團直徑巨大嘅血紅色光球，竟然同48年前一宗飛行員蒸發案有住完全吻合嘅特徵。歡迎返到移民調查局，我係你嘅移民調查員 Emily， 用故事講傳說，用真相拆人心。今集我哋唔係要盲目證明外星生命，而係要透過2026年最新解密嘅呢視頻嘅紅色光球線索，重睇一宗有最後通訊、有官方搜救、有航空記錄，但到今日仍然令人背脊發涼嘅飛行員案 Frederick Valentic 失蹤事件。Frederick Valentic 當年20歲，係一名合格嘅年輕飛行員。1978年10月21號傍晚，佢駕駛一架 Cessna 小型飛機起飛，目的地係 King Island。呢條航線必須飛越黑沉沉嘅 Bay Strait 海峽。如果一切正常，呢只係一次大約1小時嘅普通短途飛行。但係當晚 Frederick 冇抵達目的地，佢留低俾呢個世界嘅只有幾分鐘令人費解嘅無線電錄音。夜晚大約7點06分，Frederick 突然間聯絡 Melbourne 空管，佢問5000尺以下有冇已知嘅飛行交通。空管回覆嘅 Radar 顯示你附近一片死寂，冇任何已知交通。但 Frederick 嘅語氣開始不對路，佢話見到一個巨大嘅物體正喺佢附近並行。一開始咧，佢以為對方係另一架飛機。佢形容咧，對方散發住好強烈、好刺眼嘅紅色火光，好似有幾盞巨大嘅紅色降落燈。但問題係地面、空管反覆核對雷達，四周根本乜都冇，而嗰團神秘嘅紅光仲繼續圍繞住佢高速切換位置。隨住時間過去，通訊入邊嘅氣氛越嚟越壓抑。Frederick 報告，嗰個紅色光點由東邊高速接近，佢一時喺飛機上方，一時又好似突然閃現喺左側。Frederick 用咗一個好詭異嘅詞形容佢，好似喺同我玩緊遊戲 playing games。你想象下一個20歲生手，夜晚獨自飛越海峽，下面係吞噬一切嘅黑海。空管不斷同你講雷達乜都睇唔到，但你望出窗外，一團好似2026年特朗普公開第3批 UAP 檔案資料相片入邊一模一樣嘅妖豔紅光，正一明一暗咁挑逗住你，逼近你。空管意識到事態嚴重，馬上追問可唔可以確認嗰架飛機嘅類型。
呢個時候 Frederick 終於望清咗，嗰樣嘢根本冇機翼，亦冇引擎聲，佢散發住一陣令人毛骨悚然嘅血紅色不祥光芒。咁外表咧有光滑嘅金屬感啦。咁此時咧呢個巨大嘅紅色光球咧，直接懸停喺佢正上方嘅，將整個駕駛艙染成一片血紅嘅。Frederick 講出咗航空史上最出名，亦係最令人毛骨悚然嘅最後結論 ：It's not an aircraft。佢唔係飛機。呢句話最可怕嘅地方係佢親手推翻咗自己一開始嘅判斷。當刺眼嘅紅光籠罩住佢，佢發現自己面對嘅係超越人類認知嘅神秘存在。就喺講完呢句說話之後，Frederick 嘅 Cessna 飛機引擎突然發出劇烈嘅雜音，儀表板指針瘋狂亂跳，動力系統瞬間熄火。黑暗嘅海峽上空，巨大嘅紅色光球喺頭頂盤旋，全機斷電。咁接住，無線電入邊傳出咗一段長達17秒，被科學界研究咗幾十年嘅恐怖聲音，聽落好似兩件好沉重嘅金屬喺度瘋狂刮擦撕裂。之後通訊中斷，飛機冇傳出 Mayday 求救信號，亦冇任何墜毀位置，一機一人就咁喺黑夜嘅紅光中徹底蒸發。失蹤之後，澳洲展開咗極大規模嘅海空搜索，軍艦反潛機幾乎翻轉咗成個海域，但係最終揾唔到遺體，揾唔到機翼碎片，甚至連一滴飛機燃油嘅油污都揾唔到。官方最終只能推定 Frederick 死亡，但係呢個結論留低咗巨大嘅漏洞。如果只係普通空難，點解連一片飛機殘骸都留唔低？如果地面雷達乜都睇唔到，佢臨死前形容得咁具體，甚至將駕駛艙染紅嘅血色光芒到底係咩？多年嚟，主流科學界提出過3個最理性嘅解釋。第一，夜間空間迷向，認為飛行員將海面漁船嘅紅光當成咗天空。第二，唔認星體，當時天空中金星、木星確實好亮，喺雲霧折射下可能變色。第三呢，分心墜海，飛行員因為顧住望出面嘅神秘紅光，操作失誤，導致飛機倒轉俯衝入海。呢啲解釋好有道理，但如果你對比翻 Frederick 臨終前講嘅巨大紅光、金屬感喺頭頂盤旋，同編號儀表板同時故障，科學只能夠合理解釋飛機最後墜海，但依然解釋唔到佢臨死前嗰幾分鐘到底喺度跟咩嘢對視。而呢個疑問呢，偏偏喺2026年特朗普通過資料公開嘅 Northeastern Orb Sighting 解密檔案入邊呢，得到咗致命嘅呼應。根據新公開嘅軍方 UAP 報告，呢一類高空紅色光球喺靠近軍用或者民用載具時，佢釋放嘅強大磁場同樣會導致局部嘅電子干擾同動力系統異常。呢點同1978年 Frederick 報告飛機失靈、無線電傳出金屬刮擦聲嘅狀況完全一模一樣。呢個迫使我哋去承認一件事：從1978年澳洲海峽上空嘅噩夢，到2026年最新曝光嘅呢啲資料同埋照片，不論時代點變，夜空中依然存在住一種連軍方都無法即時解釋嘅紅色未知力量。當一個人隻身喺高空被呢一種不祥嘅血紅光芒籠罩嘅時候，我哋到底應該相信一切都只係錯覺，定係承認天空深處可能真係有啲我哋仲未理解嘅東西正在注視住我哋？再睇一次呢段視頻 ，Frederick 當晚到底去咗邊度？佢見到嘅係夜空嘅幻影，定係一場跨越時代、至今依然在發生嘅 UAP 接觸事件？歡迎喺下方留言話我知你嘅睇法。我係 Emily， 呢度係移民調查局，用故事講傳說，用真相拆人心。有啲傳聞唔係完結咗就會消失，佢只係等你下一次喺黑暗入面再次諗起。